8月初8北太水今日多係自奉茶戲團，愛去推動大馬地演出的日的，嗰度聲音呢，嗰期盼呢表演都無謂，風采帶來嘅硬衝在前，亦睇在企業聲音的相關度留下佢大嘅傷害。我所自奉茶戲團都發起嘅一個聽數聲音的特殊團生活重建的專案，提供人能過去演出過嘅在其小學嘅學生呢，一等於1萬元的救助金。看他的表演，聲音的開明少年，希望過後做得個看到精彩的表演。2年前，自奉茶劇團到阿里山演出嘅時節，一片萬籟嘅充滿了歡喜。不過冇拉劇風采過後，阿里山嘅樣嘅一下嘅變係動刀，聲音嘅表情咪從笑容變做為恐懼。為了轉頭擺聲音嘅笑容，自奉茶劇團發起88歲仔兒童就學生活重建專案。所以這一次我們才會覺得說，因為我們之前曾經去演出，曾經從演出過程中看到小孩子笑臉，我們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裡面，也能夠讓他們忘記一點點悲傷。就學專案提議集團由在期嘅小學先生負責聯絡學生嘅，韓國對目睹嘅1352萬元底度提供1萬元嘅助學金。提議集團請到嘅職工到在期同聲音嚟做盤，本日到聲音嚟嘅熱愛全心投入重建教育嘅工作。下一做多推動最主要就係讓小朋友因為呢小童。不能家家哋攰多因嚟面紅。88歲仔大體嚟家業，未拿走聲音嚟嘅收入。自奉茶劇團希望家庭就學專案提供在期嘅學生嘅，隨得到協助，前轉達沙聲音嚟面紅純正嘅收入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